日本終於不忍了，攞咗日本國籍，仲反日，立即剝奪。中共吸毒瘋傳炸鍋，南通六字掀翻場內突然除襲潮，5000港人聯署問責藝人怒揭真相，川普泛民委內瑞拉要出大事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今日係11月30號星期日，下邊係詳細內容。近日喺參議院法制審查會上，日本參議員北村正男針對近年大量中國人歸化日本嘅現象，怒批現行歸化制度存在致命漏洞，並當場提出驚人主張：歸化後如果發現當事人仍有強烈反日情緒或違反日本國家安全，應立即取消歸化，剝奪日本國籍。北村議員聲音激昂咁指出，中共從小學就教學生日本係惡魔，呢一種教育下長大嘅人，就算歸化日本，內心真係會忠於日本咩？我哋必須正視呢一個現實。佢強調，對中國出身歸化申請人審查標準必須極度嚴格，並且要建立歸化後追認取消制度，一旦發現反日言行、間諜行為或違反國安法，立即啟動剝奪國籍程序。北村議員仲披露中國留學生需簽署嘅秘密誓約書，要求佢哋對中國共產黨忠誠，甚至喺戰時義務攻擊日本。呢一段發言當日就喺國會直播中引爆，跟住被日本保守黨共同代表北田尚樹、反田哲也、有本鄉等人連續轉推，好多日本網友留言，終於有人咁講啦，呢個先係真正嘅日本人該講嘅話，歸化唔係單行道，反日就滾出去。日前日本國籍法第10條確實有虛偽申請可取消歸化嘅規定，但北村議員主張嘅係歸化後多年發現反日思想也要被取消，呢個已經超出行政法律範圍，等同於要求大幅修法。雖然目前只係議員個人提案，但日本保守黨已經表明將喺下一屆國會正式提交相關法案。呢件事亦令歸化日本人呢個話題瞬間登上咗日本 Yahoo 實時熱搜第一。台灣、香港、大陸嘅中文圈同樣炸鍋，唔少人直呼北村議員呢一炮直接打中咗所有人嘅痛點。節日好禮首選10%優惠，限時1個月，從11月21號到12月21號，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強優惠，寶氣18味，節日禮品首選。下單輸入折扣碼888，立即享受專屬驚喜。為乜嘢一定要寶氣18味呢？因為身體就似一台車，外觀再靚，配件再華麗，冇好友照樣跑唔起身，手腳冰冷，冇精神，容易攰，就係喺度提醒你該加油啦。寶氣18味，補嘅係你每日最需要嘅內在動力，氣足咗人先有火力，血順咗人自然精神飽滿。呢份禮物唔單止係健康，仲有心意，送俾父母，俾佢哋成個冬天都暖起身；送俾伴侶，比任何昂貴禮物更貼心；送俾自己，辛苦咗一年，俾自己好好補一下。詳情請登錄健康520網站，網址 healthcare520.com。近日中共推出嘅治安管理新規即將生效，其中吸毒紀錄瘋傳一項火速惹起民怨。南通民女其後喺新聞留言區留低邊個少爺吸咗6字評論，立即引起網民強烈共鳴，一夜之間暴升逾400萬粉絲。同時習近平喺28號親自落場，要求嚴打所謂網絡亂象。但諷刺嘅係29號內地社交平台上反而湧現大量隨集相關內容，而平台竟然未有刪帖。
輿論普遍形容呢種情況前所未見，中共脆斷真係可能喺一夜之間。據新唐人報道，中共將於2026年1月1日起實施新版治安管理處罰法，當中最具爭議嘅就係將吸毒、嫖娼、酒駕等違法紀錄列為可封存範圍，不得對外公開。消息一出，輿論即時炸鍋。27號，新疆兵團女子強制隔離戒毒所賬號，兵團禁毒宣講短影片話2026年新規，吸毒紀錄可以封存。江蘇南通文女喺評論區丟下6個字：邊位少爺吸咗？呢一句直擊靈魂嘅反問，令南通文女一夜漲粉400萬，從35萬突破400萬，網友狂刷。南哥我識你，呢個就係人民嘅聲音。跟住熱度飆升，網友紛紛開始質問呢項新規到底喺度保護邊個？評論區民意洶湧，唔少係少爺小姐喺國外玩爽啦，而家要回國從政啦，原嚟都係為咗俾自家細路仔鋪路。仲有網友爬出推動該條款嘅人大代表，其兒子曾經吸毒被罰，質疑聲繼續升級。呢個唔係政策，係俾自己嘅仔洗白。最可怕嘅係呢個居然仲被通過，儘管有媒體同埋律師試圖解釋封存唔係合法化，但民怨更強烈。普通百姓邊有資格享受呢一種寬容呢？與此同時，網絡輿論場出現咗前所未有嘅景象。28號，習近平親自落場指揮整治所謂網絡亂象，結果29號場內突然湧現大量隨集內容，網友紛紛表示惡習不處，大病難癒，摒棄人人厭惡嘅惡習，摒棄陋習，弘揚文明。而平台居然冇立即刪除，網友驚呼：以前從未見過呢種景象，呢一次真係壓唔住啦！喺輿論嘅壓力下，南通文女回應講呢一條評論係 AI 排班助手自動揸取熱手詞，係 AI 流程漏洞。不過輿論紛紛表示呢個唔係 AI，而係民意喺度講話。中國人真係醒啦！11月29號，香港多地民眾自發前往香港火災現場獻花，悼念喺呢一次大火中嘅罹難者。日前，香港人發起大規模行動，5000港人聯署問責官員。香港大埔宏福苑致命大火已造成128人罹難，超過150人下落不明。全港籠罩喺悲痛嘅氣氛中，香港民間發起聯署行動，已有5000港人聯署簽名，要求徹查真相，問責涉事官員。呢一股聲浪急速升高，民間自發成立大埔宏福苑火災關注組。對於釀成重大火警嘅原因，網上一度流傳竹棚易燃嘅講法，甚至有陸媒將火勢擴大歸咎於香港傳統嘅竹製腳手架。香港官方喺記者會上亦順從同埋附和呢種聲音，刻意避開大陸提供嘅外牆防護網。對此，甄妮、黃秋生等藝人紛紛發聲。歌后甄妮喺面書發文，直呼竹子係冤枉嘅，強調竹子唔會自己起火。甄妮批評政府失職，百姓要嘅唔多，只想安居樂業，每日努力奔波交稅，只為兩餐。政府機關身為公僕，到底把關咗乜嘢呢？最起碼嘅良知喺邊度呢？毫無安全感可言。甄妮透露自己以捐款助香港，快啲克服難關。佢喺貼文中表示，事發後官員講廢話唔係第一次，更加唔會係最後一次。燒嘅唔係佢屋企，睇下攞邊個嚟祭旗呢？佢感慨香港係悲情城市，活得毫無安全感。影帝黃秋生同一日亦喺面書用廣東話寫道：攞條竹子點火試一下就知道啦，到底係網子着火快，
仲係竹子着火快？乜嘢先叫易言物呢？黃秋生講，用常識就能夠判斷，竹子在言嘅講法企唔住腳。歌手吳林峰亦表示，唔係竹棚嘅問題，而係有人為因素，加上未用阻燃網導致火警蔓延。佢諷刺香港官員嘅講法，居然將問題分散於搭棚使用嘅材料導致呢次事件，有冇良心啊？咁樣去誤導，唔好害一個行業。我知道材料一定有關，但唔應該借此分散大家注意力，應該要俾工程負責人出嚟說明。11月29號，川普喺社交媒體 Truth Social 上發帖文，將委內瑞拉上空及周邊空域視為完全關閉。呢一條信息瞬間登上國際媒體頭條，引發各方討論。喺川普總統表態之前，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就已經於上週向航空公司發出安全提醒，指出飛越委內瑞拉存在風險，包括安全局勢惡化、軍事活動增加、GPS 信號可能受干擾等問題。FAA 建議航空公司評估風險，調整航線，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。消息一出，多家國際航空公司立即響應，部分航空公司已開始調整飛往或飛越委內瑞拉嘅航線，繞道哥倫比亞或巴西等鄰國，以保障乘客同埋機組人員安全。委內瑞拉政府作出回應，外交部發表聲明，強調其空域安全主權不可侵犯。該聲明讓 FAA 嘅安全提醒成為輿論焦點，進一步凸顯咗地區緊張局勢。值得注意嘅係，川普喺帖文中提到毒販同人口販運者，美國政府長期關注南美地區非法跨境活動，包括海上同埋空中潛在風險。川普嘅表態喺全球範圍內強調呢啲安全關切，並呼應咗 FAA 嘅提醒。歐洲國家呼籲各方克制，並通過對話解決問題，但多家歐洲航司已採取繞飛措施。接落嚟嘅幾日，全球焦點將集中喺加拉加斯上空，更多航司會點樣應對呢？委內瑞拉政府會有乜嘢進一步行動呢？我哋將持續追蹤，帶俾大家最新動態。熱點觀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跟住喺美東時間早上9點有即時新聞，請繼續收睇，唔記得點讚同埋訂閱，多謝大家支持，再見。